上第10条戒。第一戒，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第二戒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不论天顶、地上、甲地下水内所有物，拢毋通做因的像，毋通敬拜因，也毋通服侍因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断断毋容允用别个上帝匹配我，怨恨我的，我归咎伊的罪。对爸到囝到3、4代，听我守我诫命的，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。第三戒，毋通滥觞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滥觞称伊的名的，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。第四戒，着记得安息日，守伊做圣。6日内应该着磨做你一切的工，独独第7日，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精生，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，一切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，甲迄中间万物，第7日就休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，设立伊做圣。第5戒，着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。第6戒，毋通害死人。第7戒，毋通行奸淫。第8戒，毋通偷窃。第9戒，毋通做假干证，陷害你的厝边。第10戒，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，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、奴仆、女婢、牛、驴，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。